飛鵬婚變前各自湊女，李嫣早已過單親生活。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。後日中秋月圓之夜，可惜王菲李亞鵬離婚，李嫣就可能要過第一個冇得一家人團圓嘅中秋節啦。不過有傳李嫣其實一早過緊單親生活，淨係啲重要嘅日子先會同時見到父母，其餘時間飛鵬就各自湊女。有網民今個月9號鋪咗張阿飛同埋李嫣嘅合照上微博，就唔見李亞鵬啦。喺飛鵬離婚前嘅幾日，李亞鵬帶埋個女去食飯，都唔見阿飛嘅蹤影。上個禮拜五佢哋喺烏魯木齊辦離婚手續，阿飛即晚就眼紅紅咁返咗北京。李亞鵬就被指喺烏魯木齊風流快活咁過咗2晚先走，返到北京被記者問到有關喺新疆有女陪唱 K 嘅傳聞，佢就淨係講咗句多謝就上車返晴翠園啦。而對於佢哋嘅離婚細節，尋日又有新版本啦，話李亞鵬暴躁動粗，所以俾阿飛怒撇。不過佢答應離婚有一個條件，就係要得到李嫣嘅撫養權。但係對於種種嘅傳聞，佢哋都冇親自回應，淨係喺微博鋪頭轉發嫣然天使基金嘅微博，表明基金係唔會因為佢哋嘅離婚而停止運作啊。